新北市有爸母甲囡仔，互囡仔坐伫四角形的拖车顶悬。这只拖车经过地下车道，规台车在出落去车道，弄着壁才停落来。外面看落是真惊人。儿童福利团体即马就呼吁讲，这款车是摕来抵物件的，毋是囡仔塞车啊！无安全的法规，嘛无打动的功能，家长千万毋通安尼做。新北市这对爸母27中昼转厝的时阵，甲车停伫地下车道口，老爸直直将物件放入去收后购物车内底，搁煞来伊直接甲购物车的挂牵咧，老母就甲囡仔抱起来，互伊坐伫购物车车顶。边仔查某囡仔嘛缀咧坐起。当老母放手的时阵，购物车煞顺车道斜坡，含人挂车快速出落去，弄到壁道才动点。两个囡仔嘛摔甲真严重。一个是本来就正式要给孩子使用东西，要透过有商品检验；一个是没办法让孩子使用东西，千万不要拿来载负孩子或是运小孩。我觉得这都不太妥适。意外发生迄阵，老母伫追了购物车，想要互车动落来，不过意外也是发生。画面伫网络公开了后，引起讨论。负责推动儿童安全的基金会讲，近年来除了这种收好购物车，互父母定定摕来互囡仔坐以外，连卖场的塞车嘛定定当作囡仔车。囡仔摔来意外定定发生，呼吁家长为了确保安全，一定要互囡仔使用有商标认证的囡仔车，也是合法的安全座椅。其实近年来，除了这种收好购物车，互当作囡仔车使用，亲像路营的塞车，嘛因为会当载真重。定定有囡仔在坐，业者讲，这款塞车的囡仔无车动的功能，建议唔通有囡仔坐。它没有刹车，然后它载重的话大概是80公斤，所以如果遇到斜坡的话要小心，不然可能就是会滑落这样。露营用品店员工讲，这种初阶版的露营塞车，因无法度锁链啊，若是拄着硬斜坡，会发生出落去状况。因那囡仔车是有安全带甲锁链啊功能，安全性较悬。呼吁家长正确使用刹车，才袂造成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